即马中南地区当咧烧战也影响到国际油价。G7 的财政部长和国际能源总署找到联合商机，讲若准真正是无油啊，随时会把这战略石油的库存提出来。毋过，毋是即马这个时间点。那经济部长郭明鑫就表示，有甲澳洲、美国调天然气，目前是暂时未来起价。那叫加速桶的呢，中油暂时无要起。毋过南部地区是大属负责的，民间企业就无法度强制来甲因限制。那经济部会去斗协调。受中东战争冲击，国际油价车价挖起到每桶超过100块。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财政部长甲国际能源总署紧急开会联合参详表示，已经看到能源起价压力，那面临供应长期随时准备释放库存。Die französische Erklärung gesehen, dass wir uns jetzt auch die Option offen halten, auf die nationalen Ölreserven dann zurückzugreifen. Das ist jetzt noch nicht der richtige Zeitpunkt, aber wir sind da offen, auch als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in einem koordinierten Verfahr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dann zu tun. 面对能源起价甲供应问题，各国积极相对策应应。经济部长郭明鑫表示，天然气被起价目前是稳定不价为主。调度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主要是澳洲了。澳洲跟我们关系也很好。那美国？还有美国，额外增加的部分，我们是额外跟他们做调度。伊表示，香槟和调度因避开中东政府影响，伫汤增加数中油未起。不过中南部部分加数因来自大诉求的民营企业无法度强制卖起价，经济部会尽量协调。个月就起0.6，啊，进前就一定起两届去啊，大数迄边起的啊。汤增加数一起小吃店，每个月成本增加100块，买物件佫变起价。像你一个月下来这样多支出多少成本？成本的话大概都是500-600这样子。那个一桶如果跳700多块，那个瓦斯到底要怎么用？而且我们又不能不用，要煮东西，瓦斯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中东战争有若影响能源计价，各国股市也动荡。伫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伊朗战争可能就要结束，车站阿股乌平衡，韩国收盘起超过5%，日股甲台股虽然起受较少，不过依然起超过2%，台股收伫32771点，起661点。最近的行情这种波动，原则上还是属于一个事件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啊。这个事件当然就是大家都是知道，就是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变化，大涨大跌来讲的话，我想会是最近的一个常态了。专家分析选区爱国观察，伊朗是不是亲像美国所讲的战争会赶紧结束？短期来，美伊战争冲突有限撼动最近的大股走势。记者综合报道。